喂，不会，我看他精神非常的好，真是不简单。来到佛堂，接受佛光普照，然后法语的滋润，大家都法喜充满。那法喜充满，我们就会很开心，然后都不会疲倦，大家都有听进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那相信说，在这2天的课程安排，对大家应该都很有帮助。那课程是一环接一环。那还记得我们刚刚上一堂课讲的是什么吗？渡人的意义。渡人的意义，然后学员在旁边也听到，真的是讲得很棒，把渡人的意义讲得非常的详细。相信各位听完了上一堂课，应该会更发心，回去要好好的进行渡人。我们知道了要把它做出来。那我们为什么要渡人？讲师刚刚有讲，是因为我们要知恩、感恩，之后要报恩。我们3受皆知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恩给我们受了恩，所以我们要报恩，所以要渡人。那渡人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为我们积存慈悲，对不对？我们有慈悲心，所以我们会跨出去渡人。那所以接下来后面这一场要跟各位谈什么？哦，素食的好处。后续再次询问一下、调查一下，在座有吃素的请举手。哦，这素加烧水的。哇，好棒，好，放下来，谢谢。后学家放眼望去大概有8、9成都已经进入了素食的行列，这样非常的恭喜。那既然大家都已经吃素了，后续接到这堂课，然后看到各位写的时候，后续就在想，对啊，看过去好像很多都已经金口如素了，大家会想吃素，就是一定
断轮回，要回明天，要回我们的故家乡，希望能够超生了死，再继续在六道轮回里面轮回，都受这个轮回之苦，所以我们最终就是要超生了死，回明天。所以呢，一定要开始不断的把我们不好的去除，然后开始去做一些好的行善布施，行公益的，所以我们踏进去修行。那所以说修行来谈素食的，就是要为了守住我们的人的，维护我们本来的面目。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是从顶天下来的，我们都说顶天是我们的故家乡。既然生顶天是我们的故家乡，表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顶天下来到这个凡间，对不对？是嘛？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回家，我们要回复本来的面目才能够回家。就好像一个出外打拼的人，出外去打拼，我们会选择出外打拼，就是希望说，我到外地、到城市去工作，有了一番事业，有了成就之后，那功成名就之后，才能够回家，回家见我的家人，见我的亲朋好友，这样子我才能够说，我这几十年的奋斗，有成果了，我们才有这个脸面回家嘛。那如果说我们出外打拼奋斗，结果很落魄，一点成就都没有的话，我们还敢回去吗？就没有脸回去，因为无脸见江东父了。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如果没有一番的成就，没有让我们回复原来的模样，我们有办法回去吗？我们有这个脸回去吗？就算对了，我们也不敢回去了，无脸了。那所以说，我们要回去，就是要先回复我们本来的面目。那我们本来面目，大家都在解剖是一样的，都是慈悲的，都是很仁慈的，所以守人的素食就是要我们守人的，维护我们这种仁慈的本性。那再来，素食可以让我们断除因果，脱离六道轮回。因为我们杀生，杀人要怎样？要偿命，杀人偿命，这是天理。所以我们吃了动物，我们杀了动物，吃动物，我们也是要还。你吃一口，你要还一口；你吃一斤，你还是要还一斤。这个就是因果。天底下最公正的、最公平的就是因果。你种了什么因，你就必须要承受什么果。因果是最公正的，我们讲躲也躲不掉，讲逃也逃不了。那所以唯有把杀业断了，断除了这个因果，不要继续造这个因果，那我们才有办法去脱离六道的轮回。如果我们继续不断的杀生，那我们只能不断的造因成果受果，不断的在因果当中循环，这样脱不了的。那再来，素食可以让我们保有灵性的原理。或许刚才有讲所有的仙佛都是吃素的，都是不杀生的，所以他们才有那个灵性是很光明的，是很清浊、清净的。但是我们现在都不是我们现在都不敢太多了，没有办法像仙佛这样子有越多佛光灼灼的灵性。那我们现在素食就是回复原命觉醒的开始，这只是开始。后续大家再去吃素食，它只是开始，是一个起步。可是如果我们连起步、连开始，我们都
嗯，是绝对吃不下去。那为什么后续会说有可能我们碗里面的这一块肉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祖先很多嘛，我刚刚讲只有讲我们有7组，我们有很多的祖先啊。那我们的祖先如果没有修行，没有修行啊，没有修行，人死了之后，需不需要承受我们的果报？所以有可能会继续轮回，对不对？那到轮回里面，就会过渡到4生6道去。啊，所以他会到哪一道，我们也不知道，要看他生前所做的善恶来判断。那所以说，他有可能堕落到畜生道，那堕落到畜生道就有可能做猪、羊、狗，这些动物。那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吃的这一只猪，就是我们的祖先投胎？有可能，不要说不可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样子想想，当你知道他是你的祖先的时候，你还吃得下去吗？吓都吓死，吃不下去。所以不清楚的就是迷，迷人就会一直吃，但是清楚的我们了解，我们就不敢吃，不敢吃哦。所以你因为吃半斤，你还要管8两，半斤8两，你是听说在我们大陆半斤不是8两，半斤是几两？5两、7两、6两。半斤的8两。5两，因为不大一样单位不大一样那我们台湾这边的1斤就是16两，所以半斤就是8两。那大陆那边1斤不是16两，但是12两还是13两。都不一样的哈，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吃多少，你就是要还多少，一克都不能少，你吃1斤，你就是要还1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算的还是人吃人，人吃人。我们都觉得我们不可能会去杀人，不可能会去吃人，可是看结果讲，这个你在吃众生的时候也是人吃人。所以结果也讲了，众生皆有佛性，只因为他前世痴迷造下的罪恶，今生才会堕落畜生道受苦，了脱罪业。或许刚刚有讲如果我们在世的时候做了很多坏事，那你可能就会到4生6道去受苦嘛。所以说我们到4生6道受苦，这是为了偿还我们在世的时候所做的罪或错，对不对？我们在受苦，我们在赎罪，我们在承受我们的因，我们造不好的因，所以我们在承受这个果报所以我们已经在受苦了。结果，如果我们只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去杀他们、吃他们，请问天理何在？良心何安？而自己生生世世的罪孽又要如何清偿呢？这些动物都已经在接受它的果报了，它已经在为它生前造的这些罪孽承受这个果报，它已经做畜生来还了。结果当了畜生之后，还要被我们人类吃，还要被我们宰杀。我想想，这是良心何在？当我们在宰杀这些动物的时候，我们良心在哪里？所以说我们自己都已经还不了了，结果我们又在继续造杀业，那真的是永远还不了。所以说，生生世世的罪孽如何清偿？所以要清偿我们的罪，首先后许都认为我们一开始就是开始要断除，不要再继续造杀业，要停止造杀业，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把我们的功德来抵我们的罪过。所以我们老师也跟我们讲，一切罪中，杀生食肉，起业最重，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最重的罪所有的罪里面最重的
号？我知道，无啦，唔知啊，开始。他目前你我靠一下按下去。冇住就冇見，不見冇見，我見冇見。无固定啊，没有，那无编号啊，无编号，无固定啊。我们人会不会养宠物？有没有养宠物？有啦，应该很多人都有养宠物。那我们养宠物都是养狗、猫，都是养猫啊、养狗啊，还有会养小鸟啊。很少人会去养猪、养鸡、养鸭当宠物会养鸡、养鸭的都是拿来吃的。养猫、养狗的就是当宠物的、当朋友的。奇怪，或许都会觉得很纳闷为什么宠物就是朋友，那些其他的动物就是食物？那些有时候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在看新闻报道，一些动保团体就是动物保护团体，动物保护团体他们都会保护动物嘛，然后看到有时候新闻报道说，哇，哪一只狗被卡在下水道出不来，然后消防员出动消防队也跑去，好几个人跑去把这只狗啊、猫啊，甚至是羊啊、猪啊，去把它救出来，要花很多的人力去把这只受困的动物给救出来，看得好感动。可是他在做这个行为之后，救完这只动物之后，回家大口吃鱼、大口吃肉，或许都觉得很纳闷。动物在受苦的时候，他会想救它，可是他为什么还能继续吃它的肉？所以就疑惑了所以不是所有的动保方面的人都是吃素的，就很奇怪了。那所以说，当我把它认定是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吃它，不忍心去吃它。那其实我们人，或许是在强调，我们人本来就具有这种仁慈慈悲之心，仁德是本质具足的，所以我们人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是很慈悲的，本性都是良善的，本性都是慈悲的，我们都不会想要去残杀动物。刚刚那一堂课讲师有放一个影片，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是一个小男生要去救一只羊，有没有被他感动？有，相信很多人看了，甚至都会落泪，感动到落泪，因为真的是有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们连小孩子都不如？那为什么一个小孩子会愿意为了救这个动物，因为他把它当成朋友，他为了救动物而可以甚至牺牲自己都无所谓，因为这就是仁慈的表现。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是这样子的。那其实，在网络上有很多类似的影片，那或许也准备了一个让我们看一下。有听到声音吗？我看，如果你杀他，我就割我的手。你看，这个小孩子，这个就是真心仁慈之心的
什么时候改变的？那我们也不知道。大家可以去想想，为什么我们会从这么天真善良、怀抱赤子之心的这么慈悲的小孩，变成了现在这样子？这样子大口吃肉、大口吃鱼，都一点都不会觉得可怕。其实啊，我们现在是整个社会环境，因为这是大环境的影响嘛，都把动物当成食物。其实动物它不是食物啦，所以现在很多工业化之后，我们现在所吃的食物，我们吃的食物都是直接去市场买，去超市买。那我们去超市啊，去市场去买这些鱼、买这些肉的时候，它都已经被处理好了，对不对？猪肉是一块肉，牛肉也是一块肉，你看到的是一块肉，看到的是食物，而不是整只的活生生的动物。我们看到的是食物，所以其实有很多小朋友在吃肉，他不晓得他所吃的这一块猪肉，它原来是一只猪。他不晓得说他所吃的这一个鸡腿，它原来是一只鸡，他不知道，他真的是不知道。那如果我们给他看一只鸡，叫他杀一次，他绝对不敢。后续有一个影片，让我们看一下。You'd like to serve? 肉食小馆， I'll have the amendments, please. 它是猪肋排。 First time. Excellent choice. Good luck. We'll be after.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餐厅。他点了猪肋排，所以他现在就是要去准备他的猪肋排。猪肋排怎么来的？猪肋排不是从猪来的嘛，所以。他现在是原来我要吃的猪肋排是必须杀掉这一只猪才有我想要的猪肋排，现在要自己去宰杀这一只猪。正常人的反应就是这样，活生生的动物，我们会当它是朋友，我们会想要去跟它玩，这样杀它，你杀得下去吗？下不了手。我也觉得拍的很棒，还有震撼效果。所以他对面他的朋友他们是选择吃牛排，牛排这样的说法，第一次宰牛，当野蛮人的感觉，真不错。我们想想看，为了吃这些动物，这样子就必须这么野蛮的去杀害动物，只为了贪图我们的口腹之欲，只为了吃那一口，感觉好不好吃而已。可是你必须杀掉一条生命，于心不忍。我们看，都真是良心何在？我们吃肉，我们真的是心里会安吗？这个是心里不安，会吃得非常的不安。所以当我们清楚，当我们明了之后，有很多人知道之后就不敢再吃了，因为当他在吃的时候，他就哇，原来我现在是在伤害一条生命，那我现在是杀了他，我以后要还他一条命，就不敢吃了。因为吃了会让我们心里不安，所以要让我们心安理得，那我们就不可以杀生。
最基本的。所以我们不是说每一个人都爱惜生命，可是我们去伤害别人的生命，这就不对了，这是不对的。所以要尊重自己，也要爱惜他人。这是刚刚是从修行的方面来谈。好，那现在我们就提到，不要谈到，比如说你们吃素都是宗教团体在吃素，可是现在社会上吃素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有很多都不是宗教信仰的。那为什么吃素的人会这么多？因为有很多都是从健康，所以现在后续就谈健康，从个人健康来谈素食。素食到底有多好？这个素食的营养比肉还要高，这可能会打破很多人的迷思，因为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说吃肉才有营养，吃鱼才有蛋白质，就会讲这些东西，你要吃鱼吃肉，你才会长高长大。可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研究，发现其实不是，素食、蔬菜、水果、五谷杂粮，它的营养反而比鱼肉还要